最近成日睇嘢蒙查查，真係要去驗下眼，換翻副新眼鏡先。今日嚟到Hoya漸進鏡片體驗中心，揾專業視光師幫手。佢哋引入源自日本專業驗配流程，先詳細了解我嘅視力習慣同需要，然後驗眼，用多部儀器全面檢查眼睛及視力狀況。視光師建議我佩戴漸進鏡片。到揀鏡片啦，品牌有多款漸進鏡片選擇，可以現場試戴，感受唔同設計嘅視覺效果。喺視光師嘅專業建議下，挑選最合適自己嘅鏡片類型。揀鏡框方面，漸進鏡片需要配合大小適中嘅鏡框，挑選最適合自己嘅款式，以獲得最佳嘅視覺效果。用儀器精準量度個人化數據，打造獨一無二嘅鏡片。配啱一副合適嘅漸進鏡片，先可以更超咁享受生活。Hoya而家推出免費試戴體驗計劃，漸進鏡片可以先試後買，即上官網登記預約，揾專業視光師幫手配一副啱自己嘅漸進鏡片啦。